上海熱百灣，每朝都玩魚蛋，煎起時時餓飯，解封嘅熱氣好簡單。嗱，熱下要講嘟嘟，熱下要講木格，見資本也反熱夠聽。哎呀，民間先拍起那愛羅飯，條菜兒都唔得閒，冚唪唥工錢不打解鬧也殘，空尖亂打也扮冚家產，間個殺鏡比殺鏡個間，天威小劈也扮冚家產。